从差不多阿公那个年代，70年前就在中信百咖那边在卖。那中间陆陆续续，我爸也在金靠那边，然后后来金靠那边不能摆之后，我们就开始做给餐厅的，只贩售给餐厅。那到10年前的时候，我再回来接，那时候在我们的那个宜阳啊巷子里面卖杏仁豆腐。那我们在1年多之前，然后才有这个店面。所以我们现在也加入了很多年轻人喜欢的养生品，刚上市，然后回响还蛮好的。因为我们本来就有出一些水果的产品，本来是加一些苹果啊、火龙果，还有我们自己本来就有的凤梨。那后来加了百香果之后，客人就觉得，哎，这个又更感觉又更爽口。我觉得口感很好，很 Q， 很滑顺。百香果很香，我觉得酸酸甜甜的，然后第一次吃到这个东西，然后很浓也很好吃。特别就是以前吃到的都是枸杞那种天然的中药材，然后就是水果的口味，然后觉得很特别。一到餐厅就甜点就是这个，蛮好吃的啊，每天都会来报道啊，有他假日都会出一道最特别的珍珠粉圆，加那个杏仁，最好吃的。